照顧不同學習需要係一個專為公營中小學同特殊學校老師開辦嘅教師專業進修課程，由香港教育大學開辦多年。基礎班有一個核心科目，一個學期裏邊完成，探討唔同學習需要嘅基本概念，例如殘疾人權、普及教育，討論評估支援唔同學習需要嘅相關概念、實踐方法同分享個案嘅心得。深造班包含一個基礎科目同埋一個實踐科目，修讀時間係2個學期。基礎科目探討全校參與模式嘅基礎理論，令學員掌握推動融合教育嘅知識同實踐技巧，制定校內融合教育嘅政策同埋計劃。教學過程同時套用實踐社群嘅學習模式，以觀校、實踐、討論、反思嘅方式去檢視同埋優化全校參與推展融合教育嘅工作狀況，並進行跨校、跨組別嘅互動、討論同埋合作。而實踐科目旨在提升學員喺學校層面實施全校參與融合教育嘅知識、技能同埋態度。教學過程採用案例學習同埋探究學習嘅方法，令到學員掌握制定同埋實施支持全校參與融合教育計劃嘅必要技能，並且為有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營造包容性嘅學習環境。學員將會參與唔同嘅協作學習活動，分析現實生活中嘅融合教育情景，並且制定可行嘅策略，有效地喺學校裏邊實施全校參與融合教育。對於我個人嚟講呢，報讀高級課程充實咗我個人嘅專業發展。我除咗認識咗唔同有效嘅同工，知道咗各校嘅教學現況，亦都喺課程當中學習到用唔同嘅教學理論，令我喺教學上面呢有更加多新嘅角度思考。我而家喺特殊學校裏面工作，修讀呢個課程嘅深造班。呢個課程讓我可以同其他同工進行交流，令到我明白到無論喺主流學校或者喺特殊學校裏面，學生都有佢哋唔同嘅學習需要，而我學習到點樣運用全校參與同埋有效嘅支援策略，幫助學生融入課堂，並且得到適切嘅照顧。而家推行融合教育係一個大趨勢，我嘅工作唔單止着重教與學，更需要全面支援學生嘅情緒行為問題，同埋及早介入個案，為學生提供適切嘅支援，係我教學工作嘅主要任務。例如，針對自閉症學生所用到嘅結構化教學當中，我學到點樣運用第一層支援架構喺大班裡面，提升學生嘅課堂參與度。令我最深刻嘅經驗係同同學進行分組討論同埋彙報。每間學校嘅校情唔同，課堂上面呢，同工都積極分享多樣性嘅教學策略。我喺主流嘅學校任教，冇諗過唔同嘅中小學着墨點呢都唔同嘅。有啲着重教學嘅調適，有啲着重學生嘅情意發展，而有啲呢着重以活動帶動共融嘅文化。而令我更眼前一亮嘅係特校嘅同工分享咗佢哋喺學校嘅設施，令我發覺特校嘅配套都可以有實踐嘅地方。完成咗課程之後呢，我不論喺主科、術科嘅教學策略上面呢，都多諗咗一步。呢個課程有唔同背景嘅老師，有主流學校嘅老師、特校嘅老師，透過小組討論，互相學習，提升我哋嘅專業知識、教學技能同埋態度。教學單靠個別老師嘅力量並唔足夠，同齊間嘅合作先能夠有效推動融合教育。我哋嘅課程定期收集學員意見，進行外評，令到課程更切合你嘅進修需要。期待同大家喺課程見面，交流經驗。